面对现在正在发展的 AI 产业，台南市经发局邀请多位伫 AI 领域有丰富经验演讲者参与2024台南科技产业论坛，分享上新的技术趋势甲应用案例，提供因宝贵经验来甲在场人士进行分享交流。通过硬体设施的一个建制，来让整个软硬的一个整合，来让这个发展变好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啊，整个 AI 的生态圈呢，并不是只有所谓的模型这一块，它其实是很完整，从硬体、软体、演算法，甚至到最近期的法规，都有开始有着落。所以以法规最早的来讲，欧盟 GDPR 针对治安的部分开始有了之后，其实像WTO 啊，也开始有所谓的 AI Principle。新加坡在2020年有所谓的 AI Governance 的这一块，直到最近，台湾在行政院这边也颁布了有关 AI 的这边的一个草案。所以基本上在 AI 的这一块，它其实除了在软硬之外，甚至连法规这一块慢慢的在落地。沙仑园区也成为我们 AI 特定专区了哈。现在台积电未来的 AI 产业是我们台南双引擎的产业，因此我们对于 AI 的产业呢，未来的方式怎么发展？所以今天办这样的一个论坛，希望能够透过产官学研将既有的产业呢，能够跟 AI 结合，也能够再将 AI 产业呢推展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期待 AI 产业能够是我们台南的另外一个新的产业，全国另外一个新的产业，将来又带领着我们走入全世界的一个新兴的产业啦。AI 技术应用层面非常宽，无论伫智慧交通、医疗甲环保等领域，拢有实际应用案例。透过产官学研各方的合作，持续推动 AI 技术的创新甲应用，未来将会为民众带来更加便利、有效率的生活体验。未来 AI 的产业，那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大了哈。不管是我们机器上呢，或生活上的 AI 化呢，都是将来的趋势。我们已经从资讯时代走入到 AI 的时代的来临，因此这个我们是台南应该算是一个领航者。我们的期待呢，这样的 AI 的发展带动我们未来另外一片天呐哈。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我们将这个 AI 产业呢能够推上到全世界。这次论坛不但会当为台南市 AI 产业提供新的思考甲方向，也为未来科技打下稳定基础。同时也盼望未来有更加先进的发展，以及培育更加专业人才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科技实力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